这几天这天气有影是有较寒，所以海拔较低的所在也较看会到台湾乌熊。伫花莲岛溪是有民众发现一只台湾乌熊，互狗仔掠一个爬起到树尾顶头来比，这画面是引起真大的讨论。林保署就提醒大家，若真有拄到台湾乌熊，请莫去甲搅吵，才袂甲惊到。它要下来了。岛溪向山区的狗仔一直吠，引起爬山民众的注意。步道边仔树林竟然有只台湾乌熊，伊亲像惊狗仔热，爬起伫树仔顶，唔敢落来。虽然真侪狗想要逃离开，不过到尾还是爬登去树仔顶。都是小只的，你看。看。不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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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敢下来。这还不敢下来，他怕狗。对。这种画面引起袂少人讨论，有人认为乌熊爬树仔真古锥，有人认为无应该放狗仔甲惊。林保署花莲分署是讲，拄到乌熊的时阵，请保持冷静，唔通发出声音，以免甲惊到。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说装死啊，或是爬上树可以避免被熊侵扰，这是正确的吗？这其实是绝对错误的哈，因为熊比我们会爬树，而且熊是一种腐食动物，然后最正确的还是就是看着它，然后不要惊扰它，然后慢慢离开。林保署花莲分署讲，100年伫岛溪乡进行台湾乌熊活动范围的调查时，发现四周围的山区已经是乌熊活动的所在。到即卖已经认出20只以上无共乌熊，提醒民众，台湾乌熊袂冬眠，气候寒冷的时阵，因会迁徙到中低海拔的山区活动，所以甲熊接触机会一定会增加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